册郭氏为贤妃，生3位娘子的位分。这说是皇后的意思。这皇后倒是贤德的很呐。要说3位娘子虽入宫几年，从无过错，但却也并无特殊功劳，也未能诞育子女。在新皇后入宫之后，同时升迁，这就是新皇后的大恩德啊！这新后不愧是名门之女啊！哎，我还听说她在书院听过范仲淹讲述，果然高明得很呐。她一边答应废后回宫册封贤妃，讨好皇上，一边以升迁为此拉拢后宫娘子对抗前皇后。皇后曾经听过范仲淹讲书，这很可能跟范仲淹他们颇有交情啊。如今又笼络废后，这曹皇后颇有彰显太后之风啊。官家决定，册敬妃为贤妃，接回宫内。入宫后居于何处，尚需商议。娘娘让我们早做准备。娘娘，任都知求见。任都知这么晚来，当真有要事。华儿，你让任都知在大堂等一下，我这就过去。是。静妃轰了。前几日不是说只是小病，已经让太医诊治，不再拒绝服药了。太医们说，静妃的病甚是奇怪，应该便是普通的伤风加积郁，本该几服药下去便好了，可始终没有起色，反而加重。太医们正商议着调整药方，谁想昨晚她病情突然加重。太医过去时，她人已昏迷，尝试着用针下猛药，都没救醒过来。陈燕看了静妃尸身，未发现中毒迹象，但陈毅细细核对了御药院记录，又从他口腔之中取了残渣验看，确定严文印送去的药，并非翰林医官院王太医所开的治疗风寒的药，而是能引发静妃喘气之药。此几页纸笺，一为陈腾路的御药院出入记录，一为王太医的方子，一为陈超路的医书上有关喘气的辩证。是我害了他。我不想他孤老道观，以为不过当年废后皆入宫中颐养到老而已。
这是我的家务事，怎么可能做不到？我怎的又糊涂了？我岂有家务事？官家，还有一事。什么？台谏纷纷上书，反对生前3位娘子位分。什么？台谏纷纷上书，反对生前3位娘子位分，而且也弹劾了皇后。官家，再有半个时辰就到宫城了，宰执和台监们怕是要即刻请求廷议。弹劾皇后？吕相公，李相公，官家回宫了。后宫嫔御以坐享百姓供养，锦衣玉食，3位娘子无功而升迁，无前例可循，亦增骄纵之气，攀比之心。臣以为，皇后出主中宫，便提出升迁几位娘子，难免有施恩拢人之嫌。身为中宫，理当沉稳顺从，切忌张扬弄权。升迁3位娘子，自是朕的意思。皇后甚是顺从。真正的贤后，当陛下于后宫事上冲动时，理应劝谏，而非为取宠而去怂恿。寻个由头，给严文应定个可以外放出京到岭南的罪责。你找个得力的人送他去。是。范仲淹上了几份札子，要求彻查静妃突然薨逝的缘由。不少人上奏附和，说与吕相有关。臣追查了几日，没有找到任何证据，此事与吕相有关。若是此事发酵开来，会是什么样的局面？你找不到证据，真相究竟如何，我尚无从知晓。那么一旦将此事抛出，走向与后果实在难以预测。调范仲淹回京的诏书已经送到中书，若是此时他在与吕夷简杠上，又确实无凭无据，难保不被加罪。罢了，因郭后事弹劾吕夷简的上书，都压下去，不理。官家说的是。是什么？是我依然幼稚轻率啊！我以前怨大娘娘霸道，盼着有朝一日能真正亲政，把控局势，万事皆由我心。万事皆由我心。官家，赶了半日路，也是累坏了。茂则服侍官家歇息吧。将膏药膜给朕取来。是。这些前朝的官儿，事儿是真多，为什么要管官家的家务呢？姑娘宽厚大方，
愿意给其他娘子升迁，他们居然还骂姑娘。善妒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是善妒的，只会怪别人妖媚惑主；跋扈的人不会发现自己的跋扈，多半是将跋扈当作威仪。姑娘，你在说什么？那郭氏他……不只是郭氏，任何人，一双眼睛都容易看见别人的错处，难发觉自己的毛病。这次言官指责我不顾祖宗规矩、后宫惯例，为了笼络人心，擢升3位娘子。其实，环儿，我确实从小不顾规矩啊。可大家都说姑娘这是奇女子，薛家、燕家、杜家，他们都夸姑娘才貌双全，文武出众，可没有人说姑娘不懂规矩啊。他们夸我是真，心中未必不觉得我没有规矩。他们看顾娇家的小女儿是文武双全、直率可爱，作为朝臣看皇后，却是任性胡为，没有规矩。再说，我确实有笼络人心的心思啊。我知道了官家并不喜欢我，是无可奈何的娶我，我就想赶紧做好一件事，证明自己很好，却做坏了。姑娘就是最好的。我早该知道，一入宫门，我就不再是从前那个被父兄照顾宠爱的丹叔了，绝不能任性胡为。莫要想做什么被人称颂的好事，先不要做错事，反而连累了别人才好。贤若时，为帝其难者；知人则哲，能观人；安民则惠，黎民怀之。能折而惠，何忧乎欢兜？何谦乎有苗？何谓乎巧言令色恐人？臣上此百官升迁次序图，以示如今朝廷官员升迁之次序。自律医检，把持授官之要务，任人唯亲，结党之广，甚至深入后宫内臣之中。违其意愿之人，高知皇后，亦难逃废黜。朝廷授官之法，譬如惩罚褒奖之细则，升职降职之次序，陛下理当了如指掌，实不宜全赖宰相。范仲淹全职开封府，并无指摘中书之责权，这是越职言事。昔日圣王求天下言，大臣小臣皆可进谏，且见善经，立谏古，资除扰，采姚勇，田野老妪之言，亦可达于上。于是天下治。而陛下亦曾效法圣王，招百官转对，明言功过。某时朝廷俸禄，尽为官职责，直言进谏。高司谏却以越职相责，这是要让天下人都三缄其口，一片静默，使陛下眼前只吕相一人，耳边只太平之声吗？陛下，范仲淹一贯高谈阔论，不务实际，名为忧国，乃图虚名，
范某确实爱惜名声，经曰立身扬名，又曰善不积，不足以成名，又曰积莫世，而名不称。是则教化之道，无先于民。三古圣贤何尝不注于名乎？范某爱名，何罪之有？这话画的有些意思，朕回去慢慢的看。今日不是要议广南的账务之事吗？朕听说军民多有因瘴毒而染疾者，欲与众卿议论，以关前招募郎中，筹办药品，派往广南。范希文的百官图上得正好，如今官员升降职权可不都是握在吕夷简手中？莫说是官员了，当年皇后郭氏被废，便是他处理之后死的不明不白。奉旨去送药的，正是跟吕夷简过从甚密的严文应。他们生怕郭氏回宫于他们不利，何谋将士？君魔，如此大逆之事，无凭无据的，不可妄言，非君子所为啊！啊！吕某如此地位，趋炎附势之辈争相奉迎效力也就罢了，那诸位还要以君子之心对小人，怪不得他只手遮天。还有这严文应难说，吕夷简当非大奸之人，否则以先太后及官家之名，岂能容他占首相之位？我亦不信郭氏之死与吕某有关。不过吕某在先太后在时颇有分寸，官家亲政，尤其是吕夷简一手主导废后之事之后，越来越过分罢了。今日他倒是忍住了，没说什么。今日范兄在大殿上直斥其非，高若讷也跳出来反驳了。吕夷简自当不好再为自己辩解什么，只是他是首相，日后有的是机会打压范兄。几位爷，这一道鲤鱼烩面，用的是黄河大鲤鱼，这一条1斤半重，大小刚好。这面用的是3成小麦粉，混着7成绿豆粉。诸位趁着面刚炸脆出锅，沾上甘甜的鱼肉浓汁儿。这一道清炒笋尖是昨日雨后伙计从山里刚采的新冒尖的笋，配上铜座山的第一雅鲜蘑啊，原生。韩哥哥。原来你京就在京城。我找了你很久，没想到你竟辗转回到了京城，在清风楼做事。娘原本带着我和弟弟去了舅舅家，寄人篱下，舅母总说闲话，不愿让我读书。我原本也一直想学做生意，做生意总要来京城才学得好些。老板娘待我很好，我现在已经自己拿工钱了，寄给娘，让弟弟上学。若有困难，尽管找我就是。
自先帝时起就有迁都西京的议论。上月孔道府再次提议，范仲淹上书，认为太平盛世不必迁都，但是西京帝王之宅却不该荒废。太平盛世可将陕西等地余粮运至西京，以备急难之时，西京可作退守之所。将西京作为备都筹划，未必不可。不过，也有若干为难之处，否则先帝之时已复实行。若官家觉得可行，便可明日提议。我看不必了。重烟迂阔，一向务明而无实。这种纸上谈兵的建议，早在先帝的时候便有过无数了。重烟所奏，并无新意。好，此事不在意了。志圭，你站在这儿多久了？韩某站在这儿是在想，今日来这儿一趟究竟有没有用？若无用，是否应该转身回去，不再烦扰范兄？你是来劝我的，劝我忍受吕相的批评，不再纠缠。帝王好上论，范某作4论：帝王好上论、选任贤能论、晋明论、推诿论，以献陛下。此4论也是范某对如今时政之所见。故圣人以俊逸为德，不以柔讷为行。如以柔讷为行而宠之，则英雄无望于时矣。使四海英雄失望于时，则秦师张陈，隋师房杜，岂不误天下之计哉？范兄，韩某钦佩你的一片赤诚，只是这难免给吕夷简递上把柄啊。一片赤诚，如今范某也只有一片赤诚了。若失去了，当真不知何去何从啊！臣10余日前上4论，以论时政，未能得陛下片言批示。陛下日理万机，然而臣心忧虑日甚。今日得以于君前议事，不得不犯言进谏。西汉成帝信张禹，终有王莽之乱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，以大为小，以夷为难，以未成为已成，以急务为闲务者，不可不早变也。范仲淹数度语出边际，危言耸听，此次竟已被篡权之汉成帝比喻当今圣主，可说是为了沽名钓誉，到了指鹿为马的地步。胡乱攀扯，离间君臣，其心当诛。自周公设百官，划定职责，分掌天下事。百官各司其职，由宰相统领，效忠天子，则
万事顺遂，天下平宁，百姓安乐。若小臣好高骛远，越职论事，礼制崩坏，则天下乱也。周公设百官，定礼制，天下人人守礼，则天下安。然若大臣乱政，不守礼制，小臣定当尽节用命，以求陛下拨乱反正。朝廷百官当有规矩，不可乱了章法。若陛下以为臣乱了纲纪，坏了礼制，自可罢黜臣；若陛下以为臣上称职，那么臣便要行使宰相之责权，严惩越职妄言之人。须尧圣君设敢谏股，见尽善经，以广纳谏议。天下人未必皆能得见圣君，却能从敢谏股、尽善经得见圣君之仁爱。一股一经，安了天下微末百姓之心。臣以为，百姓心安，才得人人守礼，天下安宁。百官各司其职，是为天下安；广开言路，也是为天下安。若说越职言事是乱了礼制，那么言路通畅靠的就是台谏官的尽忠职守了。朕前几日便想，晏殊因早知朕身世，却知情不报之过而自请贬黜，离京已5年了。这5年之中，政绩卓绝，也该召回京城了。朕欲召还晏殊，任御史中丞之职。吕相与王相的意思如何呢？晏殊德才兼备，又是先帝亲自为官家选的侍读，陪伴官家已经多年了。便有小过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召还回京，任御史中丞，那是再恰当不过了。吕相所言甚是，臣附议。官家，娘娘，官家到了。官家，总是写不好。我来写几个字。女诫不适于写飞白书，亦不是最适合你气韵的字。
主说改日啊，官人，改日啊，改日。官人，心啊，什么事啊？那官家的意思呢？官家没有说。怎么了，韩秋？吕夷简已经以梁府名义拟了贬黜范兄出京的诏令。啊！诏令已经送入了晋中，只等官家过目。此人为时是连庄的体面都不要了，不讲我这就回去会血参他的闸子。有说啊！官家必会驳回啊！便算是不理范兄所上的百官图，不理他所奏陈的吕某结党谋私、一手遮天之事，万不可能因言获罪贬黜啊！可这此事难讲啊。范先生当年在书院写下此篇时，我恰有幸亲眼看到。原来官家也喜欢此篇。范仲淹的文章，我偏偏喜欢。会有2、3人可及他文采，然而这份品性情怀、浩然之气，世事无人能及。茂泽，想必你也听说过，先帝下诏，以重金购入产地交趾的占城稻种子。此稻从插秧至收获只需近100日，且耐寒耐涝，比起我朝从前惯种的江南水稻，既可早熟，又省人力，1年可多2、3分收成。听伯伯爹爹讲过，大中祥符年间的大旱多亏引了占城稻。你可知如今这稻种在我朝被再度栽培，如今可1季2收了。真的？数月前才得的讯息。2年前，范仲淹至苏州府，召集地方官与有经验的农家，是比往年提前育秧插秧，在第1批即将收割之时，再育第2批秧苗；第1批收割之后，再将第2批插秧。今年，终于成功1季双收了。此举大功于社稷民生。范仲淹上百官图弹劾吕相，吕相惊怒。今日，他以梁府之名，已经拟好了贬黜范仲淹的诏书。那官家必定……上月，召晏先生回京，任御史中丞。昨日他刚刚到京，我便在尔阴阁召见了他。1个多时辰，都是在聊范仲淹。官家与晏先生聊范仲淹，是晏先生替范仲淹进言，想让官家不要贬黜他吗？嗯。不过，他没有说服我，我反而说服了他。不过我说服他之后，同他又聊了1个时辰，还是聊范仲淹和他的诗文，讲我无一事待古人，折冠却得神仙境。自可悠悠乐鸣叫，曾不惜兮吊形影。讲忧天下之心。主人，晏中丞到了。去烧水做壶新茶来。只需将炉子搬来便好。是。
今日当真不能多饮。这份札子我明日定要递。你从晋中来，官家让你来劝我，不会是何时出京啊？童叔啊，如此，我更要将这份札子写完。你且坐稍等。官家以当朝臣子皆是子之佳人，求何乐？不求人人皆君子，劝服了我。我这会儿又有点拿不准了。官家真的是认为吕夷简只是并非完美君子，而无大恶？那又为何要先召我入宫，亲口认可你的君子之风呢？范先生的《南京书院题名记》，官家选的这一段，以飞白书写，确实形神相融，挥洒飘逸而带仙气。而臣妾更爱的，却是另几句。臣妾的比例，对飞白的领悟力远无法与官家相比。可惜了官家的字。你若有心想练好，慢慢习练。书法亦如世间万事一般，徐徐图之，不必急于一时。要有耐心，火候到了，自然就好了。真的吗？谢官家指教，臣妾自当沉下心来习练。童叔啊，幸好你来了，我便多誊写了一份交托于你。若明日我递不上去，好拜托你。希文，我现在越想越觉得，在晋中怕是我想错了。与其说是官家说服我不必替你出头，不若说是想看看。童叔，官家信我还是不信我？我上书得赏还是得罚？该见的都要见，没有分别。弹劾我所见之可能危害天下安宁的漏账，是我作为官家的臣子，为天下百姓供养衣食所应尽的责任。不担此责，我怎能安心吃盘中餐，穿身上衣呀？天下争民，各施其力，为士以有德，可以安君，可以庇民。于是圣人率民以养士，亦曰不加食，即如其无德，何时之有啊？10年之前旧书信，童叔竟还记得。
那时我年轻气盛，与你这位举荐的恩师争执起来，言语尖刻，毫不客气。难得你非但不怪罪，反而继续力保于我，还自带酒菜与我共饮，都让我吃了。君子要识禄于朝，而非困于家中。董叔，蒙你不弃，幸何如之？我官位不高，一年的俸禄啊，却也有30万钱。一亩中等土质的田地，丰年可得1斛粟，卖300钱。30万钱便是1000亩田地1年之入，其中油需、天时、地利、人之辛勤劳力。我若不尽己责，无功而食，那我与天之明、民之疼有何分别呀？有几人被乔建和二了？那官家今天去仪凤阁歇，正救济部落。你随朕去仪凤阁。是。茂泽，官家，你去将那新进的2方李墨，还有几支特制的排笔取了，给皇后送去。是。官家亲耕吉田，娘娘选取9股同路之种，官家怎么私下选了，特地给姑娘送来，倒像是找个借口，特意来见姑娘。你瞎说什么？官家只是借道种之势，暂犯众焉，尽忠职守，忠君爱民之心。官家连前朝的事都乐意对姑娘说，这不就是画本上的举案齐眉？我方才瞧官家和姑娘跟画中人一样一样的，姑娘瞧官家，官家瞧姑娘，就是那个心有灵犀了。羽箭念了这么久都没有念完，原来都是瞧画本去了。那些画本可有画本的妙处呢，譬如那书生爱上了那小姐，又不知她心意，又不知道怎么说，便会找些借口去小姐家试探。我看官家时常找1、2件前朝的事对姑娘说，倒有些像爱上了小姐的书生。越来越胡扯。姑娘倒也别只看《论语》《春秋》，要不也瞧瞧画本。要不然，官家便只与姑娘谈国事，国事谈完了，该家事了吗？怎就走了呢？姑娘也不留官家。他走了，自是不想留下。他若想留下，便不会走。姑娘，像今儿个都那个时辰了，官家说还有公务，姑娘可以说天冷了又起了风，官家仔细着凉，不如就让料子他们把闸子取过来。官家便算想走，姑娘软语相求，官家便不忍心走了。官家来坤宁殿，需要我做什么，我必当竭尽全力为官家办好。他不留下，自是有要紧的事情要处置。我是中宫皇后，怎可做那些曲意奉承、讨宠媚主之事呢？以后这种胡话，你别再提了，否则别怪我不念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，逐你出宫。是。
西文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吕夷简以越职严氏拉拢朋党，为我定罪，韩独更是要将我的朋党张榜公布于朝堂。我特选今日离京，就是怕诸位为难。官家亲耕，我并不在登官家殿之列。再说了，能被视为西文兄的朋党，实为荣幸之至啊！今日无论如何，也要与西文兄饮了此酒。王兄还是抱病来了。王兄，王兄，西文兄，李兄，王兄，我将家中饮酒举载了来，以酒相送。指望这酒饮尽之时，便是西文兄回京再续之日啊！8年前，上世太后垂帘时，范某因上书皇帝待诸臣以国礼跪拜太后为师仪，而获罪出京。当时同僚相慰，某曾言道：“范仲淹坦荡弑君，此行极为荣光。”3年前，官家亲政，某因率众伏阁抗议废后，而被降罪出京。同僚义愤，某再言道：“某不会君过，此行愈发荣光。”此次范某直接权相，以朝廷公器施恩，结党营私，吕夷简气急败坏，竟携2府3司迫官家贬黜范某，现行于官家与百官眼前。范某但觉此行尤为荣光，佩服。好酒啊！昔日汲案在庭，以平津为多诈；张昭论将，以鲁肃为粗书。汉皇无主，孰闻子悔，两用无猜。而今仲淹以刺激大臣而遭谴责，唐其言未协圣律，在陛下听与不听耳，安可以罪乎？叫于禁以范氏朋党落罪，他俩毫无私交，竟也能成朋党？那我与范仲淹相交多年又算什么？我才是范氏朋党。官家，昨儿福建小凤团的茶饼刚送来，才要打发料子给你送过去。臣妾分明是来请官家尝尝新酿的青梅酒，官家说的，倒像是来换茶饼的。来，官家看闸子呢？哎呀，无妨，不用回避。旧札子却是好文章，日后怕是可以收到史书中的。这是数月前集贤教李于敬以汉武帝与东吴君主监听并用的圣德为例，来斥责我偏听昏聩的。昔日汲案在庭，以平津为多诈；张昭论将，以鲁肃为粗书。汉皇无主，孰闻子悔，两用无猜。而今仲淹刺激大臣，而遭谴责，倘其言
为挟圣律，在陛下听与不听耳，安可以罪乎？汉皇无主能对势成水火的2位重臣，则长处而用，这是圣君之道。于禁这点论的没错。然而他怪责官家未能一碗水端平，却是大错特错。错在哪里？初时臣妾还不太明白，如今几个月过去了，臣妾倒仿佛明白些了。怎么？官家亦想要2用无猜，想要范仲淹的铮铮铁骨，亦想要吕夷简的圆融谋划、长袖善舞。然而如今他俩互不相容，而范仲淹与其案不同。范仲淹的实力尚不足与吕夷简抗衡，那么吕夷简面对范仲淹的弹劾，自不会检点严刑，而是全面打压，希望将之扼杀于弱势之时。而范仲淹自是清白公正，私德无瑕，于是不管实际牵扯诸般无奈，也不肯周旋妥协。于禁实际上是以汉皇无主的2用无猜来破官家偏颇范仲淹，以皇权威力来弥补范仲淹与吕夷简抗衡所欠缺的实力。他名为抗议官家的偏颇，实际上是愿官家没有偏颇。臣妾乱议朝政了，请官家责罚。但叔啊，你对他们每一位都评得很对，但是有一点，你却错了。余安道：昔闻耿亮素少语，诗是谁赋能相符？展然安道生头角，气宏万丈横天渠。范公执剑，被吕夷简打压，贬出出京。之后，言官纷纷进谏，再一一被贬。我本觉得憋屈，今日见蔡君谋如此，倒觉得虽悲壮，却亦襄阳。但叔总说最爱范仲淹的文章风骨，原来你已经不懂他。官家原来是存心逗引臣妾说傻话，然后取笑臣妾呀。但叔，你入宫前曾在家中是什么样子？也曾经调皮捣蛋、胡闹撒娇吗？若不胡闹，怎会顶了哥哥的名，穿着男装跑去应天府听课？也是，你本不是普通女子，胡闹也是格外的别致。不过，普天之下，最胡闹不得的便是你我2人。刚才我说你有一点说的不对，你说范仲淹与吕夷简无法相抗衡，其实未必。于禁因替范仲淹鸣不平，被吕夷简以朋党罪名落之，满朝哗然。尹洙立即上书，称自己才是与范仲淹交情深厚。若是连于禁这样与范仲淹素无私交，出于道义公平上书，却被划为朋党，那么自请以范氏朋党论罪。吕相也确实霸道。
于静引猪落职的罪名已经够牵强了，他现在居然再以梁府颁布严令，不许越职言事，非谏官不得上书论此事，阻塞言路。私见高若讷身为言官，原该指正宰执之过，却依附吕夷简，非但不进谏，反论范仲淹贬黜罪有应得，这自然激怒了朝堂清流。你看这封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。今足下家有老母，深悉官位。先退一步说，他若是爱惜官位，不敢进言，是人之常情。朝堂清流也会念在他生而是个蠢人的份上，不予计较，不会逼他做个闲人。然而他却为了掩饰自己的懦弱，反而洋洋自得，更指责范仲淹该贬，便是恬不知耻了。如何？淋漓尽致，只想叫人拍案叫绝。此文必然会在文人士子之间广为流传的。人谓高君如踏事，初见近身无面皮。四公称贤而不孝，谗言易入天难欺。这人倒是个坏的。高若讷这小人啊，官位是保住了，但是欧阳有书一封与高司谏书，再加上蔡君谟这四贤一不孝诗，我看他的名声啊，是再无翻身之日了。范仲淹真的无法与吕夷简抗衡吗？范仲淹虽资格、官位、故旧门人，无一能与吕相相比。然而他所行的，便是千古世人心中的儒家大道。那么他的根基，便是这天下间无法抛却儒家大道的世人呐。范仲淹这样的人，是在京城还是边城？是在朝中还是乡野？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不是个能被世俗利益得失所牵制的人。愈遭摧折，愈是昂然。这君子大旗立得越高，越是能激起朝堂乃至天下士人心中的血气啊！梁用、吴猜并非需要他们二人同殿为臣，只要真心为国出力，为民谋福，四海八荒，处处皆是安身之地。对了，方才你说过来这里是有家务事，怎么，后宫还有你解决不了的麻烦？以你的眼界才华，若不是身为女儿身，便当是出将入相的。劳烦丹叔为我理后宫琐事了。今儿官家怎么一直取笑丹叔啊？方才字字真心。这家务事不是麻烦，而是个喜事儿，只是尚未确定。昨天苗娘子对我说，她大约有喜了。我本来想先请御医过来。说什么？荷儿有了孩子了。苗娘子昨天对我说的。去请翰林医官院王医官，让他立刻进宫，到仪凤阁给苗娘子诊脉。快去！廖子在。廖子，快陪我去看看荷儿。我盼着能与他有个孩儿，盼了足足5年了。
禀官家，娘子的脉象平稳，龙胎已经有4个月了，娘子和龙胎一切安好。好，你医术甚好。取衣服端砚，一对如意，赏赐王医官。谢官家，臣告退。你倒真是沉得住气。知道好久了吧？为何一点都不透露于我？上个月我来过2次，每次都说你赶了风寒，怕过病给我，不肯与我亲近，便是知道了吧？为何瞒我那么久？官家盼华儿盼了那么久，之前已有嫔御怀上龙胎，却没能坐稳，华儿怕官家再恐欢喜。你与于氏他们怎能一样呢？你是我的亲人家人，荷儿，我好欢喜。自6年前得知母亲薨逝之信起，我便再也没有这样开心过了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当朝的皇长子，自当交给我们辅佐。我们辅佐。我只想陪着官家一辈子，我只想跟他生儿女。这是个女孩，不是皇子。骗人！你这是乱政奸佞！分明就是个男孩。交出来！交出来！骗人！这明明就是个男孩。娘子，是做噩梦了吗？我以前许愿，要为官家生个儿子，给大宋皇室延续血脉。不知许出去的愿，想要改，神仙会不会责怪？先生莫急，没有晚，是朕到的早了。今日晚些开始讲经，成不成？先生，臣方才走神，恍惚间想起多年前一夜大雪，第2天一大早，臣赶往东宫给官家讲《左传》，官家却对臣说，能否晚些上课，先去梅园摘几枝绿梅。记得，其实朕是小时候听先生讲。如何取了梅瓣上的新雪压实成冰，与雪后梅花一起藏了，夏日取出来做冰饮。还有用梅花蕊做的小饼点心，着实神往。便想让先生带着朕先去取了新雪梅花，再想办法磨先生教朕做点心。那时
臣是当真以为官家是想赏梅作诗，没想到是想着吃。好不容易说动先生答应了，不成想太后赶了过来，把我训斥了一顿，没能去成雪中的梅园，倒是罚我抄了一整天的春秋。哎，这都是臣的过错啊！臣身担太子摄人之责，却一直未能摒弃闲情逸致，真是不务正业。先生一向风雅，颇多情趣，所以朕便想再请先生同谋，讨一次客。公主的名字，给公主准备的礼物，还是要请先生来长眼的。公主，朕自是也起了不少皇子的名字，已经着翰林院的那些学究们去斟酌了。朕以敬而立，自是期盼能得一皇子，以后拜祭列祖列宗，便也有所交代了。然而私心却是极其盼望能得一公主的。公主不必承担天下，不必担负黎民苦乐，只需享受朕的疼爱，朕便可以将所有未能不务正业的遗憾，都在她身上补回来。前些日子，夫人送进来的这些礼品，娘子真的不看看了吗？其实许夫人对这些送礼的人和礼品也是为难，怕是不收会替娘子得罪人的。娘子，刚才坤宁殿那边的环儿姑娘过来说，娘娘的堂哥从任上回来，送了新鲜的纯菜鲜鱼，娘娘让人立即送去御厨房做了，说是一会儿带来与娘子共用早膳。你快去将我做的那个桂花云片糕、松仁琥珀糖，还有枣泥核桃酥，还有蜜子梅子都取过来。还有去年藏在银瓶里的雪水，取出来煮茶。是。起了上百个名字，还是觉得不够好。都是极美、寓意又极好的字，配得上世上任何一位才貌双全的闺秀。是朕太挑剔了？官家的女儿，不仅是温柔美丽的女孩，父母的心头宝贝，更是天下的公主。官家觉得这些字不衬公主，是因为这些字只含华美、富贵、幸运，却没含配得上公主的天下。荷儿，气色怎么这么差？昨晚没休息好。换个调息理气的御医来看看。娘娘不必麻烦，荷儿没那么娇弱，不必如此兴师动众。荷儿，怎么了？有什么烦心事吗？四州通判陈辉上书言道：近日，管阁校勘蔡襄，坐实朝讽朝政举措，赋予商人印成书册，买卖于市集之上，成为坊间茶余饭后乃至他国使节间的谈资。此轻狂之举，污蔑朝廷重臣，大损朝廷声誉。若不深究严加惩处，此风必大涨，市井小民皆可非议朝政，朝廷颜面何存？
臣有一疑惑，不知可否请问夏尚书？韩思建，请讲。四州通判一职，从前并无建议之责，是否新增此责？是。不曾。那么，陈辉此人，是否兼任御史台之职，有监察评判当朝官员的权限？御史台并无陈辉其人。那么，请问吕相，梁府之前颁布严禁任何朝臣越职言事之严令，如今是取消了吗？韩思建玩笑了。严禁越职言事乃朝政的重要举措，经了官家的预批，岂能说废就废了呢？那么，这四州通判陈辉，是否有弹劾蔡襄、议论京官得失升降的职责？若只是四州通判，那自然没有。那这陈辉就是违反朝廷严令。他见蔡襄诗中赞扬之人接受贬黜，便妄测上意，为得恩宠，急功近利，实乃奸佞。蔡襄言语轻薄，辱骂高思建，落朝廷体面在先。蔡襄不过是文人牢骚，至多属行止轻浮，是私德范畴；而这陈辉，则是以朝廷官员身份，明目张胆地违反朝廷严令，实实在在地损了朝廷法度尊严。娘娘，范仲淹说的奸人，可是指吕相和高思建？我确实很仰慕范仲淹的才华和人品，不过我也不懂什么朝政，不敢评论前朝是非。近些时日，总有降妖母亲和姐姐去诗会茶会的夫人们，他们还托母亲给我和这未出世的孩子送了许多贵重的礼物。他们还说了许多朝廷的事儿，说范仲淹沽名钓誉，说欧阳修私德不检，而且还探问官家有没有对臣妾提过官家的好恶究竟是什么。母亲虽为官家的乳母，但从前从未与贵戚有过来往，而如今当是为了这孩子。娘娘，臣妾真的很害怕。众卿说的都有理，二人各有错处，亦都是心忧国政。人无完人，初犯也不必太过苛责了。此事便到此为止吧。今后朝廷命官须得时时处处言行须合自己的身份，顾念朝廷体面，不可轻浮草率了。官家说的极是，臣等明白了。臣恭领官家教诲。今日时辰不早了，众卿可还有要事需要电议？臣还有一事，再不过10数日，官家的第一位皇儿就要诞生了。但即将临产的苗氏品节不高，仅为仁寿郡君，这似乎……苗氏出身良家，母亲乃是朕的乳母，有功于内廷，被封为齐国太夫人。少时又得大娘娘亲自教导，聪慧之礼，温柔静婉。入宫6载，孝敬过大娘娘，服侍过2任皇后，从无半丝差错，哪里就不配为皇长子母亲了？官家说的极是，其实苗氏早就该晋升了，
万不可因为苗氏的谦逊而委屈了关家的第一位皇儿。臣以为，应立即晋升苗氏为昭仪。苗氏确该晋升，然而嫔御升迁，该先交内廷考察嫔御功过，再参考前例，而后上奏官家。官家定夺后，再拟制书。吕相公此时直接论断后宫升迁位次，是混淆职权了吧？有生养的娘子，一定会比没有生养的是非麻烦多一些。你有的越多，倚仗的越多，麻烦危险也会越多。但是，第一个为官家诞育子女，荷儿，你难道不觉得特别的开心，特别的幸福吗？那自然是的，只是最近担心越来越多。荷儿，你温柔敦厚，却又通透世情，才有这样的福气，第一个有了官家的骨血。至于外面那些纷扰，你不必理，也不必烦。只要你心里装着官家，行动循着祖训公规，难道还不信官家信得过你，护得了你吗？荷儿也信娘娘。含兄机智，辩才无双。他们用来封堵满朝文武悠悠众口的晋越直言氏，今日被韩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破了夏怂想要利用下属官员之眼害蔡军魔、阻舆论的诡计，实在是高明了。哎呀，可惜弟官阶低，站得靠后，没能看到吕夷简的脸色。吕夷简衣冠老成，不会因为些许的尴尬羞怒就现原色。我虽然没有看到，却猜他当时并不懂声色。燕国说的对，子买还是太小看了吕夷简。就说今日他丢出让苗氏进位这一招回马枪，委实老辣呀。老辣，我倒惊讶他竟然一点不避讳结交后宫的嫌疑，真是狂妄霸道到了极点。子买，你可别忘了官家的身世啊。娘娘竟连医书也要看，那么些太医呢？我也是很紧张，这毕竟是官家的第一个孩子，亦是我正位中宫后这宫内的第一个孩子。官家到了。丹叔，快给我取些你藏的酒酿点心。官家可是才散朝，没有午膳呢。下了朝便过来了。这些人不知道一个个早上吃的是有多饱，早已过50，一个个在朝堂上争得中气十足，再不散朝，朕都不知道是谁同谁在吵。小心烫。慢点儿。哎呀，这是荷儿做的吧？外面可做不出这味道。官家连品尝点心也能明察秋毫，却是苗娘子送给臣妾的。我福宁殿可是许久都没有收到过怡凤阁孝敬的点心了。由此可见，后宫做主的
果然是单数啊。前朝臣子们大多逢迎宰相不算，后宫娘子们也是现实的很呐。吕夷简高明啊！一句皇子之母，身份低微，狠狠戳了官家的心，立时探出了官家的态度，然后顺着官家的意思，率先提出立即给苗氏晋升。吕夷简在内廷亲信不少，最迟明日消息就传过去了。我朝自太宗起，子系便不胜，官家已近而立之年，苗氏若真生子，立储大有可能。苗家又非望子，不去依附为他立了大功的吕夷简，倒非常情。但世事无绝对，吕夷简此举，却终于激得王曾宇的相抗。王相当年殿上直斥曹黎用事，何等血性，近年却对吕夷简弄权不发一言。欧阳永叔曾说，怕是居高位御久，明哲保身之心愈盛。哼，今日终是忍无可忍了。王相对于吕夷简的独断专行未必没有不满，思虑大局，隐忍不发也不无可能。今日吕夷简竟为日后结交皇子做铺垫，想是越过他的底线了。总之啊，之前范吕相争，范兄等人虽占了道义二字，但官阶低，朝中毫无根基。官家纵使内心偏于范兄，却也得顾全大局。如今王相若真是与吕夷简相抗，从今往后就不只是道义对权势的声讨了。